Just Delay，大家好，这一集我们来学一些法脉传承相关的藏语。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。但其实呢，上节个吃了呀，巴黎个兄呢，这个定西没大所居住的长寿苏顿个他们娘们吃，第第三节吃。但是呢，来下个区域呢了，西新高地的早前呢，庆祝个娘们第的早团圆这个第三节吃。但呢，第一些位人们到这边呢了。sem人心就越少的早些送年这个的人多啊，但地方到十差了当呢，定收入当然就是呢，上个超过的那个样的，那上个超过了呀，人员上个干嘛？你就得嘛？什么糖囊现在送用多啊？但安的什么糖囊空差的要的，这人就干嘛是那么的？讲完了说，这个萨拉哈拉说我就是呢嘛，现在用的吧这个钱。但拿罗巴的、德罗巴的，比如巴的，就是呢现在嘛用的这个上干嘛是那图的？但的呢，那边。人不去，但早了不去这些，拍了呀，忙吧了，就过了这个像男的腿的，这个前巴的对呢，松的嘞，怕带了怕下呢，这里呀，过了来的没那么个，但突击，胳膊月的吧，等这个带顿，等这也拍呢，带水下等这用多啊。但是你就得嘛些嘞，但什么糖囊些的，拍是假，当然的假个拍是上个拉面个，上个吃过的说忙些拍是糖囊嘞，现在的人个用着现在送些不去，拍是决定个些要的嘛，都先拍是这看啥其他个些了嘛，都糖囊穷的不是拍是嘞。实际上，朋友看这个上了以后，我到糖囊个吃过真的用不着的，糖囊吃过，人面拿来要的，沙姜拿来要的，葛优拿来要的，鸡肉拿来要的。佛陀三转法轮，有些用巴利语讲法，有些用梵语宣讲。巴利语藏文呢是巴利给，巴利给，巴利是巴利，给是语言。梵语呢是累加给，累加给，累加是善构，给呢是语，累加给就是善构语，梵语的意思。法脉教法传承，藏语呢是缺觉，缺觉，缺是法，觉是传承，缺觉就是法脉。教法传承的意思，佛陀以巴利语讲的经典，以及后来的巴利文注释，这一些延续下来的法脉，我们可以说巴利缺觉，巴利缺觉，巴利语传承。那佛陀以梵语转的法轮，以及古印度大班智达大成就者以梵文撰写的注释，这一些传承下来的法脉，称之为累加尔基缺觉。累加的基缺觉。讲到密咒称的法集，可以分成三种。第一个呢是人觉桑啊嘎玛，人觉桑啊嘎玛，人是远，觉是传承，桑是秘密，啊是咒，嘎是佛讲的经典，玛呢是把它变成名词。人觉桑啊嘎玛是远传密咒经典。那达赖喇嘛尊者有解释说，从主前萨拉哈、那罗巴、德罗巴、比瓦巴这些大成就者传承过来的这一些密续经典，称之为人觉桑啊嘎玛。第二个呢是涅觉德玛，涅是进，觉是传承，德玛是伏藏。达赖喇嘛尊者有解释说，
以莲花生大师为主，先将这一些密续经典埋藏起来，等待未来时机成熟时，再由伏藏师们攫取出来。这样子的伏藏呢，藏语呢叫做捏月 derma， 捏月 derma。第三个呢是扫墨打囊，扫墨打囊，扫墨是深奥，打是清净，囊是显现，打囊是镜像，扫墨打囊甚深镜像。佛陀以比丘像公开传授的密续非常的少，大部分的密续呢都是依特殊众生他们的根器，以金刚持各种本尊像示现传授。这一些特殊众生在镜像中见到这些本尊，所以大部分的密续呢都是甚深镜像。所以不止印度，在藏地四大教派皆有甚深镜像、扫墨打囊。我们来学一下四大教派的藏文。宁玛派藏语呢是宁妈，宁妈。那宁妈它字面上呢是旧的意思。噶举派藏语呢是噶觉，噶觉，噶是佛讲的经典，觉是传承，噶觉就是噶举派。那萨迦派藏文呢是萨迦，萨迦。萨迦呢，它是地名，萨迦派它缘起地的地名来命名。格鲁派藏文呢是给路，给路。那格鲁派的名字呢是以四名来命名教派。宗喀巴大师53岁时创立甘丹寺后，就一直常住在甘丹寺讲经说法，因此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教派称为缺阶噶丹比路。缺阶噶丹比路，缺阶是法王，噶丹是甘丹寺，路是教派。缺阶噶丹比路简称噶鲁巴。那噶鲁巴念起来不太顺，所以渐渐的转变成给鲁巴，给鲁巴。所以呢，格鲁派给路是由此而来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巴利缺阶，巴利缺阶，雷加尔基缺阶，雷加尔基缺阶，人阶桑啊伽玛，人阶桑啊伽玛，捏阶德玛，捏阶德玛，扫墨打囊，扫墨打囊，宁玛。宁玛，噶觉，噶觉，萨迦，萨迦，给路，给路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见。扎西德勒。